居屋2025申請早前已經截止，有人開始關心另一個問題：新居屋會唔會影響二手居屋市場？根據房委會數據，4月份居屋第二市場錄得206宗成交，比3月份325宗少咗接近40%。有市場人士認為，部分原本打算買二手居屋嘅家庭，選擇先等居屋抽籤結果，所以令市場交投速度放慢。不過成交減少唔代表市場冇需求。青衣清俊苑最近錄得8居2成交，有買家擔心樓價回升，最後以458萬購入2房單位。據了解，買家原本睇中同區另一個單位，但等候回覆期間改變決定，最終轉向清俊苑。屯門澤豐花園亦錄得成交，有買家花咗大約半年時間睇樓，最後以305萬購入高層單位。柴灣蝶翠苑同樣錄得成交，有買家睇中屋苑樓齡較新，加上周邊配套成熟，最終以245萬購入單位自住。雖然二手居屋成交比上月減少，但從近期幾宗成交個案睇到，市場仍然有買家繼續入市。居屋2025申請已經結束，究竟之後會有幾多準買家重返二手市場？相信仲要再觀察一段時間。想了解更多資助房屋嘅資訊，歡迎訂閱公居房事。